歡迎收睇餃子事故現場。今日預製同大家包餃子。今日準備咗2種口味，請準備紅蘿蔔、豬肉、冬菇、蝦仁、帶子，中間打個雞蛋。另外肉碎同埋韭菜，中間打個雞蛋。請將以上材料全部切丁。另外準備1碗薑蔥水，將蝦仁呢個材料倒入去另外一個兜度。準備開始調味，加1斤鹽、1斤糖，加大概1匙羹蠔油，加1匙羹油，1斤、2斤，加3斤薑蔥水，最後加1匙羹生粉，再加1匙羹豉油，之後攪拌。咁呢個餡就準備完成啦，韭菜豬肉餡，以同樣嘅方式調味，攪拌。2碗餡都準備好之後，就可以準備開始包餃子啦。由於超市大折2個半咧會有2包雲吞皮，咁轉頭我哋試下用雲吞皮嚟包餃子啦，耶！咁今日我會用雲吞皮同大家包餃子，咁你包啲8種，因為個雲吞皮係正方形嘅，所以咧我一要將佢剪成圓形先。1、2、3、4 ，OK 8塊，將佢剪完，經費有限啦吓。好，時間關係，我已經剪完啦。噔噔，第一種包法係，好，我哋包第一種包法，加啲餡落去先，濕啲水，之後咧就係，哎呀，太多啦，失敗，俾你睇下，又算啦，擺喺隔離先，連兩邊，中間，第一種。Next 第2種玩餃子，你睇先呢個係點包㗎？將呢度接一接，跟住再將呢邊接一接，跟住咧就前後對接。第2種包法，第3種包法，1、2、3，跟住後邊對接連埋一齊。哎呀，好核突！好啦，我哋當係第3種包法。第4種包法，首先對接扭入嚟。第3個包法，第5個包法，唉。我覺得我堅持唔到8種啊！接一接，呢邊接一接，嗰邊接一接，接，噔噔，你包6種算數啦嚇！6款餃子，哇！哎呀跌咗，大家喺屋企試下啦！俾大家睇下呢6款，噔噔，由於時間關係，已經包好咗2碟啦。咁我哋依家咧烚啲同埋蒸啲嚟試下啦。滾水落鑊。依家水滾，大概煮5分鐘。為咗防止佢黐底，記住煮嘅時候咧用筷子攪下個底啊。煮到啲雲吞浮起就 OK 啦。啱先蒸嘅，呢個係煮嘅。等我為嚟大家試食一下。喂，呢個係菇紅蘿蔔肉餡，試下原味先。你睇下啲餡，調味啱啱好。啲皮都幾滑喎，嫩滑嘅口感。我以為佢係鹼水皮，原來佢唔係，佢係普通嘅皮，但係佢有啲黃色咁樣咯。依家我哋嚟試食呢個蒸餃子，韭菜豬肉餡。飲下啲醋。蒸餃子咧，啲餃子皮就會煙韌啲。咁啊，睇下大家中意咩口感啦。頭先我 roommate 試食，調味如何咧？調味唔錯，啱好。啱好耶！呢個就係今日嘅餃子片啦。玩餃子唔係包餃子，喺屋企試下一齊整咁。如果中意我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，拜拜。